好，一样，各位想办法把声音、把气势唱出来就对了哦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启用代打，高一决退场，代打的是黄维胜。好，我先准备哦。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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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样，各位想办法把声音、把气势唱出来就对了哦。比赛还没有结束，出局，好，大家到9棒，岳正。好，准备哦。不管有多强的对手。